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0月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三立货柜杯国际慢速垒球邀请赛5号伫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消棒主球场开幕。今年有国内外总共23支队伍来参加。主办单位暗时也佮邀请知名总铺赛班导，并请所有的贵宾甲球员场面相当热烈。2024三立货柜杯国际慢速垒球邀请赛5号上午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消棒主球场来举行开幕式。会中邀请南台科技大学的啦啦队表演，为活动炒热气氛。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台南慢速垒球协会理事长林以进、台南市体育总会会长吴志祥、大会副会长张顺良以及顾问团长、民意代表等。主办单位为了球场的维护兼顾环保，开幕式无设座位，希望参赛队伍以球会友，将慢速垒球推展为全面的运动。非常开心。我们第8届三立货柜杯国际慢速垒球邀请赛移师到我们非常崭新的我们的少棒球场亚太棒球村。那很开心，今天有23支的队伍在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国外的8支队伍，还有我们在地我们台湾的15支队伍哦，这都是精锐进出的队伍。那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啊！这个开幕式上也来了很多贵宾来给我们加油打气。那我也期待哦，我们在这一次的第8届三立货柜杯啊，各位选手们可拿到最好的成绩。当然，透过比赛，我们也希望可以以球会友，交到更多爱好垒球的好朋友。今天三立货柜杯国际邀请赛的开幕典礼，我在这里祝福今天大家可以以球会友，打出你们的健康，打出你们的活力，还有打出你们的自信，好不好？好，那我预祝大会今天能够圆满成功。非常开心能看到国内外23支精英球队到场参赛。除了邀请各路好手齐聚台南亚太国际球场，共同切磋球艺，互相学习，以球会友。更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将慢速垒球推广成为全民运动，让更多人喜爱这项运动。已经迈入第8届三立货柜杯国际慢速垒球赛，除了疫情期间曾经停办，今年嘛顺利恢复国际组的赛事，邀请5支海外球队甲国内球队交流，分成国内公开组15队，国际交流组有8队。而暗时还有选手之夜，由日冠名赞助的三立货柜公司邀请台南知名的总铺赛来办导，宴请所有的贵宾甲球员。现场出席的贵宾云集，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还有全国慢速垒球协会理事长。会中还有总统赖清德加行政院长嘛特班编啊，伫表演团体加高空烟火秀的助阵，互整个现场还加最高调，充分感受到台南的热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节特别来到，为了让平常时带准的阿公阿嬷有时间休困一下，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特别举办菲菲姐姐清水梦乐园活动，第一场伫8号登场，吸引不少大小朋友甲阿公阿嬷参加。由菲菲姐姐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共同举办的清水梦乐园头一场的活动，6号下午伫小北仔成功夜市来登场，开场的时间还未到。现场就摆满真侪家长甲小朋友，为家己准备升级的剧情。现场设入水枪的冲锋区、泡沫戏水区、加水球大战区等，让小朋友伫激烈的水战当中来释放压力，同时嘛提供家长、阿公阿嬷一个轻松休闲的所在。到
大家都很期待菲菲姐姐的活动哦，所以我们当初也都在规划，可是太热了，所以我们原本想说10月中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哦，没有想到还是这么热，但是我们。就是这个耐不住小朋友的期待哈，他们希望菲菲姐姐萌乐园可以推出不同的创新，所以我们推出清水萌乐园，有我们的水球、水枪、泡沫，然后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把小朋友让他们在这里好好的玩一下，这2个小时呢，我们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就可以在菲菲姐姐准备的歇脚亭，有我们的地瓜球、豆花，还有鸡蛋糕，还有菲菲爆米花。这个我们的茶之魔手，让大家可以快乐、更欢喜，以及下晡喝哈休困觉。所以我相信这也是菲菲姐姐一直以来关心小朋友。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谈政治，我们谈的是怎么关心小朋友。我跟他欢喜，我跟他喝色，我跟他喝鸡头。我相信这是菲菲姐姐跟珍珍这个姐姐一直以来最重要的。那今天是我们的第1场，我们的菲菲姐姐萌乐园哦。那未来还有好多场，每个周末都有我们的菲菲姐姐这个水乐园哦。那下个礼拜我们在安南区的华谷夜市一样是3点半，下午3点到5点在华谷夜市一样是我们的下午3点到5点，也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也欢迎大家加入菲菲姐姐的公赖随时都有最新的活动消息跟大家分享，一定要来玩哦。每一位小朋友一看到大水池，就赶紧想要来耍水，就算家己无早水穿，现场嘛提供免费的照用。另外，还佫会当重复使用的水球，伫个荡完水球以后，会当一直重复来装水。其中的泡泡戏水区嘛是小朋友的上爱，除了会当耍泡泡，还佫会用伫内面来耍水。伫个短短2点钟，除了会当耍水，另外现场还佫提供歇脚亭的小点心。有爆米花、鸡蛋糕、加饮料、地瓜球等，让每一位大小朋友度过一个欢乐的星期假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是台南400，嘛是延平王郑成功400岁圣诞。为着纪念郑成功登陆北山尾，罗尼社区伫好望角公园设立纪念碑，顾好举办假牌仪式，场面热闹盛大。罗里社区为纪念郑成功登陆，历经3档的筹备，结合台港国家公园，已经是经民间企业伫北山尾罗里社区头前的好望角公园设立郑成功登陆纪念碑。5日伫现场贵宾见证之下，做伙来揭幕。揭开国姓爷曾成功登陆台南区的足迹，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请我们各位揭幕官合影留念。世界联合国在追求的这个讲永续发展目标，其中上重要、最重要的2点啦。这个就是生态会当多样化、物种多样化，这个是文化会当多元化，唔通对这个文化甲对一个正气，对一个大，对一个较小，对一个较好，文化无就较好较歹啦。郑成功登陆纪念碑的揭碑仪式，是我个人在文化史上的一个使命，也是一个任务，终于完成了，为郑成功立碑。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也代表市长黄伟摕来致意。历史当然要详实的记录那文化就是要好好的保存我们台南之所以能够成为直辖市就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文化古都也是我们2位前任的县市长能够争取到台南市升格为直辖市，所以文化一定要好好来保存。赞助单位之一的明星公司总经理胡耀仁表示，北山尾有着真著名的历史记录，每一届罗里社区办登陆活动，伊拢会参加。这次立碑的活动，更感觉到真有意义。如果社区这个地方是这么有历史的事情，这么有历史的一些记录在这里，然后所以每次这边办的一些登陆活动，我也来参加。然后蔡理事长告诉我说，有这么登陆400年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这个立碑这么好的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历史留下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大概都不太懂这一块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这场活动其实
传承的是台湾的一个历史文化。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台湾关于像妈祖的文化，也是起源于郑成功那时候嘞，从这个湄洲迎请我们的妈祖上他的成功战舰，庇佑他能够安然的横渡这个黑水沟。然后呢，勇闯黑水沟，才可以有今天我们台湾汉人的第一个政权。罗里社区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蔡登进讲，郑成功登陆纪念碑以及北山尾真实图片，会当结合罗里门烟花，将台港的历史景点、人文、生态、宗教一呈现，行销台港乡民文化，促进罗里门的观光人潮。希望这个新地标会当成为台港北山尾罗里门的新景点。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局制作的台南400大戏《风调雨顺》伫新营登场，当中呈现传统甲创新的结合，有科艺甲艺术、家将甲家舞、具具科技等等，透过表演形式，互台南无形文化资产甲世界交陪。甲布袋戏扮身搬上台，随后还佫有徛灯果仪式。供用3届新名来祝福。这场由台南市文化局制作的《风调雨顺》大戏，好佳在无受到风台山道里影响，顺利演出。风调雨顺，正好印证了大家的心境。对于台南，事实上王爷加持合作保庇大家都平安。这出戏以基础建设发挥，做故事主轴。由主演苏大甲甲小女阿兰带领观众穿越无同时空的台南。台南设计成一位少女，那这位少女她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有点不太快乐，以前很快乐。那我们在为什么她不快乐的原因，然后我们在中间把它展示出来。那在这中间就会看到所有过去的传统，然后跟就是创新的一些表演手法。当中会当欣赏到宋江顶坎金赛丁。还有女性资金等8个奖，参加文化奥运的风中顶看蒙歌团，另外台南出身的京剧歌后周嘉文，嘛再来无同年代的经典歌曲。我敢就是台南。无唔对，你就是台南。这摆竟运用5 G 科技，互虚拟甲现实融合起来，打造浸水式体验。风调雨顺，互宗教层面转化到表演艺术，唔仅代表文化传承精神，更互大家感受到台南400年以来这片土地风华。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中央节特别来到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配合市府高龄友善社区政策，举办一系列活动，邀请永康社区长辈以舞蹈、艺术等方式发挥家己的老龄风格。长辈踏着脚步拍坡仔，对着台顶的老师做运动，活到老学到老。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老龄大学已经成立14档。随着99中央节来到，特别推出一系列敬老奖活动。学校特别为了照顾台南地区的乐龄人口，所以说我们举办了敬老活动。尤其是永康地区，永康地区有23万的人口，其实有3万是乐龄的人口。营造高龄友善场所，学校邀请永康在地的长辈来参加。包括着运动、健康舞蹈、手工艺、拄艺等系列课程，同时借此纠紧社区关系，提升在地生活品质。我同家里包括大家里，我附近的里，拢是受惠者啦
我希望讲，咱乐龄是讲快乐学习，忘掉年龄这是咱上重要的一个目标。今嘛才迈向高龄化的社会，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发挥实质影响力，建立世代共好的氛围。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113年义州杯3对3篮球锦标赛就要热烈登场。由议员李宗麟甲台南市小卡营关怀协会共同举办，为今仔日开始报名，嘛透过社会局邀请弱势族群参赛。另外，这摆伫种个单位，协会也搁他价奖金1000块。3对3篮球赛未来可能纳入奥运的比赛项目。113年台南市义州杯篮球3对3的斗牛赛。10月27将伫台南市立体育场篮球场来登场。议员李宗麟特别邀请台南市小卡营关怀协会共同举办社青组甲各中男女组组，对今日起开放报名。其实3对3的规则跟过往5对5打全场的游戏这个篮球赛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哈。那台湾其实比较流行的是最流行的是3对3街头的这种斗牛，然后我们希望说透过议长杯这样子的比赛，然后让我们的年轻学子可以一起增进友谊，那磨练技术之外呢，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子抛砖引玉去举办比赛的过程里面，可以找出下一次的奥运选手就在我们台南市里面。另外，为鼓励青少年行出户外参加比赛，主办单位嘛透过社会局邀请弱势族群来报名，入奖者协会还个加码奖金1000块。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所有的台南市民以及年轻的学子。包含我们协会的最佳宗旨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家庭，也希望可以透过社会局引荐这一次如果说能够透过社会局去报名这一次的议长杯的篮球比赛的一个弱势家庭，如果得奖的话，那我们协会会再加码奖金1000元来提供给这些得奖的选手们。特别这道来邀请阮的弱势家庭，就是阮的这个。社会局有到关心而遮的小朋友、遮的囡仔，理事长嘛有承诺，讲准做遮的囡仔有拍绿名数，每一队拢会当去加码1000块，然后所以伫遮特别感谢。报名对今日起到夜末为止，民众会用透过区国的表单，或者是电话06-262-3510来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永康凌霄宝殿天公庙武良宫伫旧历9月初9办理天车日4号消灾大法会。庙方表示，今年的天车日拄到重阳节，后摆阁拄到是36天以后，机会相当难得。大湾凌霄宝殿天公庙武良宫这出天赦日4号消灾大法会，特别聘请大道长钟昂汉来主持。对好天赦日这天，也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庙方表示，错过这出机会，阁要等36天，敬请善心大德踊跃参加。这次咱这个农历的9月初9重阳节，拄啊适逢天赦日，这机会真难得，是36天甲轮着一摆安尼，所以咱庙方对这次相当的重视。咱当日有这个聘请到新华钟昂汉大道长来主导科仪，上主要主旨重阳节迄天拄啊，咱的玄武上帝这个九重阳伫乌白武当山这个午时伫紫霄峰回升，咱的天上圣母。也是9月初9日，这个回升，所以佮遇着天赦日，所以咱庙方特别这个来举办一个延年益寿财源广进，上主要就是讲安尼人在祈福安尼，互伊否极泰来。今年的天赦日活动。庙方嘛有准备600份天官武财神纪念金币，互信众跋杯请回。这是天官武财神所属的纪念金币，
每一位信众来求一下，请示陪信一下，安尼，互伊增加有信心，当然啦，咱袂讲有拍红年，人圆满，大家安尼事事顺利。主委王大明表示，天赦日是台湾民间信仰三社仪式之一。上团民众只要伫即天，诚心向玉皇上帝祈祷忏悔，就会当得到上天的宽恕甲赦免。不管是健康、事业、家庭、财运，拢会当伫即一天得到化解转运机会。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由知名企业家林玉玲先生所创办的第8届玉玲台湾奉献奖出炉，上大奖由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创办人洪金峰女士提到。另外，因应山道离风台造成的灾情，林玉玲风台基金会甲公益信托嘛捐赠1500万，予受灾严重的高雄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作为赈灾以及灾后重建的救灾基金。我要慎重公布第8届玉玲台湾奉献奖的得主。洪金峰女士。基金会创办人林玉玲先生以 AI 方式惊喜现身，宣布第8届台湾奉献奖得主由创办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基金会的洪景芳获得。30多年来，致力于施家儿少安置与智力发展服务。年近70的洪景芳很感谢林玉玲宏泰基金会，让他们能继续为施家儿少的未来努力。林玉玲先生关怀社会，无私奉献，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因为可以发掘这个美丽的台湾，曾经或者是现况，以至于未来都有许多这个NGO，有许多的社工，有许多的志工，有许多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传承。那是承担的承，也是成全的成。那么他们有这个奖，而且有一个这个很严谨严审的制度，然后也有丰富的奖金。我觉得可以激励许多的公益组织这个锲而不舍，这个更奋力往前，而且真是怎样把社会福利转化为社会资本，带来的是社会影响力、世代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意义价值非凡，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感佩，也感谢。获得玉玲公益新秀奖的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方面，也很肯定林玉玲宏泰基金会的善行义举，协助他们逐步实现齐柏林老师的遗愿，用影像爱台湾。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是从2018年成立的，所以到今年是第6年。那6年来，我们真的就是以奔跑的速度前进。那我们希望说把握时间，因为台湾的环境保护是不能等的，所以我们利用齐柏林导演在空中拍摄25年的作品，作为各式各样环境教育的一个教案以及素材，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看见台湾。那不只是看见而已，也要有省思，也希望不管是在行为上面或是观念上面带来改变。那我们非常感谢玉玲宏泰基金会这次让我们得到台湾奉献奖的新秀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的肯定。那谢谢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努力，也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的去以影像来创造改变台湾环境的一个力量。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跟我们一起持续的记录台湾，看见台湾。整个颁奖典礼颁发总金额超过1亿元。2017年创立至今，林玉玲宏泰基金会期盼
透过台湾奉献奖为公益团体提供最大的支持与鼓励，也希望借此号召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为台湾注入更多良善力量。我们是觉得说台湾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团体，他们都在默默的为台湾奉献，所以我们也希望成为他们的支柱，然后把这个善的力量呢能够这个永续，然后绵延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届去选取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的团体，然后给他们一些的经费，让他们能够有执行计划的一个支柱。其实我们也希望的是说，这个善款能够去好好的运用，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对他们做访视，而且呢，也会希望看到他们一些指标的达成情形。然后呢，如果说他们在执行上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会去协助。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希望让我们的这个善款，能够发挥的力量更大。除了颁发台湾奉献奖各个奖项，因应山托尔台风带来的灾情，林玉玲红台基金会与公益信托也宣布将捐赠给高雄市与新北市各600万元，基隆市300万元，总额1500万的善款，作为赈灾及灾后重建的救灾基金。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的话，这个风灾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公益就是我们基金会呢，还有这个公益信托，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这个善的力量，所以我们捐助这个新北，还有这个高雄，还有基隆各自有一些的经费，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做重建。今年台湾奉献奖还新增特别纪念奖、终身成就奖给已故空中英语创办人彭蒙慧女士，表彰她数十年来为台湾默默付出与奉献，同时捐赠2100万元，希望协助实现彭蒙慧老师的遗愿，继续提升偏乡英语教育程度。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